另外，再來看屏東萬丹的土漿火山昨早起又閣噴發啦，攏總是有3笪，這是直直噴到半暝啊，才總算停落來。民眾講，這是今年第2屆，規模比2月初迄屆還閣較大。這土漿影響的範圍差不多是有2分地，加在這陣啊是無咧種植的，所以損失是無介大。哦，安尼話少少。紅紅的火衝到要2道關，大量的土漿未出海境，一直對土骹噴出來。屏東萬丹的土漿火山，初六早起8點外又閣噴發啦。這回噴發的地點，同款是佇咧豐原聖殿的廟邊，做一擺有3笪做過噴土漿出來，場面非常的壯觀。一直到半暝啊，攏還閣有人專工走來看。8點發現8點半，點火。嘿嘿。啊，怎麼開始倒？倒到幾點咁多？倒到我11點轉，還閣火色較大呀。嘿嘿。哦，人好足濟，啊，我無法度愛休息。昨天有看到那影片，今天才。哦，今天就是來看看還有沒有在噴啊，哈。對。有民眾切透早走來看土漿火山已經點起啊，不過也是當看到噴發了後流落來空，規個廟埕甲附近的田園攏是也未完全打起的土漿。民眾講年初有噴過一屆，這回噴的規模甲時間攏比頂回較大，大約有2群地受影響。加在這陣是休耕期，無啥損失，只是想到這土漿無法度做滾江打起了後，怪請人來處理，民眾嘛是真無奈。有攏中有來咧探勘啦，啊，第即批的學生也攏有來咧測量、測試啊，到底要安怎，因攏無報告給我唔知影。土漿火山安怎噴出來有偌壯觀，民眾可現看甲真心色。不過對受影響的民眾來講是真頭痛，結擺若噴山，攏愛請怪手來挖，才有材料處理。尤其卡起來土方要安怎處理，嘛是一個大問題。記者郭明哲、柯卡祖、柯超用屏東採訪報道。